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约伯记13章13节到19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到3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基督而活。约伯他在遭难之后曾经一度的颓废，虽然他苦中一再的与他的朋友们强辩，但是事实上他却是完全的失去了信心。约伯记13章13节到19节记载了约伯在盛气之下所说的话，那是为自己而活，向上帝控诉辩护的一段话。你们住口，让我说话，后果如何，我自己来承担。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我准备冒生命的危险。我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即使上帝杀我又怎样呢？我仍然要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申诉。也许我的勇气会救我，因为邪恶的人不敢面对上帝。现在请听我要说的话，安静地听我申诉。我已准备好要提出抗辩，因为我知道我会被宣判无罪。上帝啊，你要指控我吗？果然这样，我就住口，情愿死去。这其实是许多人的样式，许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的一种情绪。基督徒应当如何面对苦难、生活以及所遇到的种种环境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21节到30节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写道，他宁愿为基督而活，不是为自己而活。经文这样说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我活着是为基督，死了更有收获。可是如果我活着能够多做有意义的工作，那我就不晓得该怎样选择了。我处在两难之间，我很愿意离开这世界，去跟基督在一起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是为了你们的缘故，我更该活下去。对这一点我深信无疑。我知道我还要活下去，而且要继续跟你们大家在一起，帮助你们在信仰上更长进，更有喜乐。目的是我跟你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将更加以我为荣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们的生活应该符合基督福音的要求，这样无论我能不能亲自过来看你们，我都会知道你们抱着共同的目标，坚定不移，同心协力，在福音的信仰上征战，在任何事上都不受反对你们的人的恐吓，要勇敢，以此向他们证明，他们一定灭亡，而你们一定得救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你们得到的特权来侍奉基督，不只是信他，更要为他受苦。现在你们可以跟我并肩作战，这仗你们看见我打过，你们一定听见我仍然在从事同样的战斗。为基督而活，活着为基督，是基督徒生命的目标，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。基督徒不应该只顾他自己，应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以慈爱待我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我的眼睛因哭泣红肿，身心也都衰残，愁苦耗尽了我的生命，忧伤缩短了我的岁月，患难使我衰弱，我的骨头都枯干了。所有的仇敌都戏弄我，左邻右舍都讥笑我，
连那些知己的朋友也都怕我。他们在街上遇见我就一一躲开，大家把我忘了，把我当作死人。我像是被丢弃的废物。我听见许多仇敌在窃窃私语，周围充满着恐怖，他们阴谋陷害我，要夺走我的生命。然而上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永远在你的看顾中。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，求你用慈爱待你的仆人，你有不变的爱，求你救我。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只为自己而活，应当要追求为基督而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